朋友啊，下课台语汉字，我算得趣味。不过我无法度讲啥物叫做台语正字，因为要讲正字，就要先了解古今字、通假字、异体字、动元字、假借字、俗字等等一大堆。我毋是专家学者，只是我提出的台语汉字，拢是有字音字义。当然啦，若是感觉无理，嘛请你甲我训示。今仔日呢，要甲大家分享的是国务商。国务商的意思是专门收中古句汇的生理人。教育部台语词典是用这个国务商，我是感觉用这个国务商嘛袂歹。我做囡仔的时阵呢，拢会捡一寡歹虫、歹铁啊，也是纸类，然后整理好，早去国务商遐称重卖钱。国务商嘛会看讲是红虫，也是青虫，纸嘛会分报纸、纸箱啊、册，这个介绍拢无共款。嘛捌看过人摕香炉、烛台、螺去卖，这种物件的介绍，我就毋知影头家是以啥物来估价。咱讲转来“估”这个字，“估”呢有评定、推算的意思，引申为估价、估量、计算物件的价值。再来讲字音，正字通估，讲好切，音估，论物价。顶悬的读音就明确的表示，这字念估。不过伫遮嘛，甲大家报告切音的方式。若捌听过恒春啊台语声韵分享的朋友就知影，切音就是用两字来切出字的音。切音的规则，第一字定音扬，取伊的声母；第二字定平上去入，取伊的韵母。讲好切，讲是第一声属音，取伊的声母；歌好是第二声属上，取伊的韵母。乌歌乌音相声，就切出来鼓这个音。以上是恒春仔认为国务商用字的看法，互恁做参考。台语过门口，咱后一回空中再相会，再见，拜拜咯。